我叫黃旭明，58歲，揸車嘅。嗰時咧細個咧成日食啲甜嘢啊，夜晚又唔刷牙，唔刷牙一痛咪掹咯。嗰時冇即係未諗到咁長久啊。有時咧冇牙咧真係好慘啊，會流口水啊，自動滴出嚟啊。一笑嘅時候咧好肉酸，同埋衣食住行咧食咧排第二，就算冇理由食流質噶嘛。有時1-2嚿肉都要食噶嘛，食到嘢先有幸福。我見我阿媽越嚟越瘦啊，食唔到嘢啊，要食粥啊咁嘅食啊，咁啊食菜咧吞唔到，跟住佢做我啊做，所以啊幫到人咯，直男咪。呢度好乾淨，好乾淨嘅，技術好啊，太醫生完全唔通啊，係喎。我次次都讚佢啊，好技術。做完之後咧，即係唔痛咯，2次咯，有翻啲笑容咯。有錢嘅最好咧，早啲中啊，即係食到嘢啊嘛，變咗係咪先？唔會瘦先啊，起碼。然後牙齒好緊要。